9天民俗技艺团的表演为2023年台南艺术节拉开序幕。这次以青春梦为主题，透过办桌料理概念，结合少年创作者历史展示，甲跨国合作的脉络。青春梦就是你讲，刚讲咱台南就400档，甲这个全世界拢敢1000档、2000档的城市无共款吼。咱就是一个较少年的城市，咱搁去追求咱的这个未来定位，甲咱大家的方向，所以甲少年人较有关系。这次的策展受到台南在地办桌文化启发，强调首演甲独特性。这两道大菜分别是秀琴歌剧团找来红红边，甲比利时剧团找来的《我们不就正在迈向新时代》，和观众品味到无同风格艺术表演。这种兼具国际性跟在地性，以及对于这种青年参与等等各方面的考虑。那这个是我们这次艺术节在整个工作方法上的不一样。不管是传统现代，也是展览工作坊，多达60场次的演出，要造予民众一场丰富的艺文飨宴。台南艺术节将伫10月21号开幕，当天邀请到台南在地剧团影响新剧场演出，系列活动也将持续到12月3号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